師傅憑住小鳥天堂贏出經典一哩賽啊！其實呢一場馬你自己點樣去解讀咧？亦都尤其是喺最後直路到一啲即係個心其實 last 300我真係有啲緊張嘅，因為佢到嗰陣時都仲未揾到位，仲係俾人 box 死咗。咁就係一望空，最後嗰200我就即係覺得係應該會贏啦，因為嗰隻馬係有一個好 strong 嘅後勁嘅，咁所以最後100就唔擔心啦。今次佢贏馬之大，其實都冇令到你啲驚訝，因為佢彈得其他對手嚟贏㗎嘛。係㗎，其實即係上場贏得咁輕鬆，我已經有驚訝啦。呢場都係贏得咁輕鬆，係即係冇諗過，完全係冇諗過嘅。咁即係隻馬係仲有進步空間啦。咁希望1800佢都 handle 到啦。咁今場賽前其實都好多人有少少懷疑，就係究竟小鳥天堂跑1600個效果係點啊？佢證明咗佢得啦，跑1800跑多200米，以佢今日嗰個表現，你係點樣評估佢跑千米區嘅表現？如果以今日嘅表現，我覺得佢應該會跑到㗎。咁亦都何澤堯佢都好俾信心，我就係話覺得如果佢好似今日咁樣咁定咧，佢覺得1800完全冇問題嘅。再一次多謝丁師傅，多謝你，多謝。